水，行路靠骹腿。啊，若要听花姊伯仔的故事，就爱靠因唱我这支嘴。哦，啥物拢唔惊，哦，中个惊。好煞，因唱的，你嘛帮忙。有啥要哦？听到敢会插人耳？吼，路两个，你是捌啥？这叫做看到希望。啥物希望？一个甲台湾花钱射出天顶的希望。花钱天顶，因唱的，甲花钱射出去天顶，这敢毋是外国人的出头？外口打着一个加一个，路两个，你真正是高钱仔水价，毋知天地有偌大。我是咧讲花姊伯啊，用台语讲科技的故事。哈，台语啊，听我讲科技哦，你嘛讲看卖，我着信古野500岁。好，你着一句一句用纸包，袂晓台语，你着毋通走。哎哟，安娜，听无走的啦。最近我拄好看到一支影片，有一个真厉害的花姊伯啊，吴宗信老师，伊会晓用台语演讲讲花钱，搁写白话字送对太空去。哇，爱是啥物千年妖怪，还是万年的人将？吼，当然嘛毋是，伊甲咱共款，是一个爱台湾、爱台语的科学家。是讲，甲花钱发射去外太空，敢免开少济钱？当然嘛是爱啊，若毋是有真侪贵人甲伊支持，恐惊伊连油水着无够接喙搭。哦，这是安怎讲？花姊伯啊，为着研究花钱，已经无眠无日打拼10几年啊。毋过煞常常拄着碰壁的代志，互人头说讲，伊有影是无彩钱，专做一寡大机的冲天炮，咻砰，对无啊？小炮，对无啊？我哪会听到雾煞雾？代志毋是亲像讲啦，你所想的遐尼简单。哈？你即摆是讲啥物动啊？啥是讲人？哦，无啦，继续。哼，我是咧讲像你即款良讲的台语，定定三讲四漏开，应该做伙来关心花姊伯啊，是安怎为台语奋斗30年？因唱的，你讲的毋对呢。伊拄则讲花姊伯啊，为着研究花钱，已经拍拼10几年啊，即马哪会像搁变30年？我看你着双手夹尾后好投降啊！是安怎讲？讲互你捌，喙手好拍甲。哎哟，因唱的，这单你头就已经剃一半，毋着搁继续讲煞落去。其实花姊伯啊，伫少年的时，阁有一个梦。啥物梦？伊捌招咱甲外国册翻做台语的囡仔古，希望每一个阿母伫咧阿囡仔困的时，会使念互伊的心肝宝贝听。用5块收入，也是5块时间，大家做伙来救台语。哦，这是毋是伊和朋友做的5拍台语计划？毋真高，你哪会知？因为我是阮学校图书馆的志工，老师叫我负责整理台语的囡仔古，有风声过。哦，原来你嘛有听过哦。哼，到呾你才知。大家看，大家紧来看哦！看啥啦？甲你报一个，你的尾牛着跳上天。哎哟，无啦，好破尔呐，也阁属你一大赞。好啦，上无你有咧关心台语的生活，啊无台语的未来，就亲像阿公啊唱批话。阿公啊唱批话是安怎晓？煞毋知是死着煞。哈，安尼咱毋就要赶紧来哦，花钱伯的精神，证明台语卖当讲复杂的科技。路两个，你真正互人听会热心呢。哎哟，歹势啦，你毋通甲我闹气，我到即马也是夜香对白。台语和卫星拢是花钱伯来帮，伊是想要用台语加减影响一寡少年人。正做太空吧！哇，听到足感动的呢！
火纸杯啊，这两个梦拢真值得咱学了。后摆我也要做科学家，甲火纸杯同款，讲台语，甲台语送回外太空。你实在真简单。好啦，有看也无，你以后不管飞偌悬，走偌远，拢袂使袂记得咱会见咱的梦。真有啥物问题？咱只台湾米，听东讲，当然嘛爱讲台湾话。恩强，我呢，煞去。坚强老人，恁即届吼学了真顺呢，排了袂歹哦，老师真欢喜。咱即个台语吼，你讲就爱讲吼对同啊对同。坚强诶，你拄好有一句话哦，真正听的落心，即个心。这个心伫咱台语内底吼是合喙音哦，叫做合顿音。你一定爱甲喙合起来，才袂臭恁呆。坚强诶，你搁念一摆，我听过摆。心，就是安尼啦，安尼就是啊啦吼。恁两个较认真嘞，11月15号，11月初5恁刚闹开呢，好无？好，来恁坐椅遐，搁练较熟嘞哦。好，加油加油！吼，老师，拄才恁念的即个火纸杯故事吼。真正有意义，还佫真趣味呢。我嘛足想要阮的乖孙仔嘛听着啦。是安尼啦。拄则阮学生啊吼，你讲的迄个火纸杯啊故事吼，是阮准备要伫个11月初5，伫咱中华美学馆哦，要来公演啦。上重要吼，就是要提醒大家吼，讲母语的重要啦。哈，讲母语也着还佫提醒哦。迄是当然的咯。咱即摆吼真无简单哦，敢有讲母语的即种观念呢？而且吼，人联合国吼已经伫个2000年的时阵哦，甲咱的每一年的2月21号定做世界母语日，就是叫大家吼爱甲咱的母语顾得牢的意思啦。老师，啥物叫做世界母语日啊？讲到即个世界母语日吼，真正无人知影呢，真少人知啦。即个22世界母语日吼，伊的历史的故事是爱讲为1952年的2月21号啦。伫咧印度的边啊，有两个国家吼，伊叫做巴基斯坦。即个西巴基斯坦吼，的人较矮吧，伊就要叫东巴基斯坦，也就是后来孟加拉的人讲因的话啦。咱这边的东巴基斯坦哪要讲因的话，伊唔肯啦，所以因就招大家定定行伫街头抗议啦。谁知影这个西巴基斯坦吼，因竟然派军队和甲警察伫咧大路扫射呢。哎哟，夭寿哦！有死人无？哟，当然嘛是有死人，现场5个大学生哦，就倒伫遐死翘翘啦。这个代志吼，从野甲吼变做国际事件啦。真侪人吼，都甲做一个古的即个语言历史的即个纪念碑，放伫咧因孟加拉的首都叫做达卡，你甲伊纪念啦。你若讲吼，毋该甲即个2月21号定做世界母语日，重要就是讲叫大家吼爱尊重别人的母语，甲咱的母语顾好调，这是咱的基本人权啦。原来是这么啊有意义的日子啊！讲到这吼，我阁真正想着我细汉的时咧，迄讲母语哦，还佫会去互罚钱啦。哎哟，遮严重哦！是啊，哎哟，我甲你讲吼，迄我是捌听过啦，我嘛捌Google过啦。毋过吼，人阮遐少年吼，我毋捌拄过。我会记得咱是共缘的哦。我无甲你共缘咯，听你观众朋友啊，你看阮两个敢有共缘？阮敢有共缘？我想讲无。哎呀，就是安尼啦。好啦，既然你毋捌经过吼，我讲互你听啦。这吼话若要讲透机吼，我目屎哦，我都飞袂离啦。迄当时的政府啊，为着要控制咱台湾人的思想，伊就禁止咱台湾人讲台语咧。连阮迄阵啊讲台语，会去互罚钱，阮兜哦嘛去互罚到要破产去啊啦。哎哟，遮可怜哦。是啊。安尼，你要讲看卖无？大家听看卖好无？好啊，这就爱对我国校仔的时阵讲起啦。国校仔？嘿。哎哟，你即摆吼要为国校仔讲起哦，你留咧遮甲我讲啦。我迄两个学生哦，伫遐等我去排练，即个吼，我来先来去，我先来去啦。我无要听啦。对啦，
你要听呀？无啦，我甲你讲啦吼，拄则迄吼，你排演的即个故事，就是讲火字辈吴宗信吼，伊推上台语的故事啦。啊，你若对听故事遮尔有兴趣吼，来，我这有一本台语绘本，黄好印的台语绘本，你会当来参考看卖。黄好印绘本哦。是啊。哎呦，人这黄好印吼，是咱的总统府主席姚嘉文姚主席吼，伊所写的30万字的即个大河小说。内面哦，伊讲着为1895年台湾民主国的故事做背景。啊吼，迄个黄好印的命运，含甲吼咱台湾人迄个时阵吼抗日愤慨的精神啊，几啊年前哦，佫甲改编出歌戏。董美云捌伫台北公映过呢。对对对，我会记哩吼，我嘛捌看过即个黄好印的歌戏呢。啊，即个歌戏，即个绘本吼，真正真有意义，佮真有趣味呢。是。嘿啊。你知影无？人这个绘本吼，足适合迄大细细来读呢。啊，是讲吼，你知影，即摆吼是用画图的方法，啊，甲伊画做细本的。哎哟，你知无？亲子共读上适合啦。哦，有影会当甲阮乖孙来做伙看吼。当然安尼吼，我紧来买一本啦。哎哟，毋免啦，你若遮有心吼，即本先借你啦。哦，好哦好哦，安尼吼，甲我的乖孙做伙读啦。嘿啊，无毋对啦，啊你读的时阵吼，你会当招恁兜的人大大细细做伙念。哎哟，毋但会当来学台语，佫会当来了解咱台湾的文化。安尼毋则是一言二句，无哪一言四句啊？对对对，会当甲即个囡仔吼讲台语吼。多谢老师吼。啊，我即摆要倒来洗裤啊啦。你真正要倒去洗裤？无啦。哦，读绘本吼，我是怎学台语啦？忘哪点洗裤啦？是安尼哦，啊你紧倒去洗裤，你紧倒去洗裤。来洗裤。喂，老王啊，明天早上早点去开门啊，有货要进去哦。哎，老板娘，跟你约10点要去剪头发啊？不行，那我约11点。好，就这样哦。佩猪。哎，记得，来，你看这黄色的动物是啥物啊？太小了，看不到。看不到。好，我变一只较大只，互你看。瞄一口。安尼有大只咯。来，咱来讲一遍，这黄色的动物是啥物啊？石虎。毋是。加菲猫。嘛毋是，巧虎，搁较毋是，人这吼是台湾民主国迄个黄好仪顶头的黄好啦。人这个黄好仪的故事吼，真正足感动人的，搁足趣味的呢。大家进来，我讲互恁听。我在谈生没时间呐。我在跟设计师要约剪头发，没时间。我在追剧没时间。追剧？啊，你囡仔屁甲人咧追啥物剧啦？粉红佩猪。啊，毋过阿嬷讲的这本黄好印哦，足趣味的呢。你看这只黄好有古水无？无古水。唉，好啦，煞去啦，落领便当啦。无人要插我。老婆，你去了。哎，唔去啦。老婆，你去了，不然老妈心里会难过的。阿强，你去，然后再生气了，你去。公平一点来猜拳。啊，不怕了，啊，剪刀石头布，啊你去。你去。好了，阿妈不要生气，我要听阿妈说故事。免啦。好了，阿妈不要生气，我要听阿妈说故事。好啊。不行啊！啥袂用哩？我刚刚突然想起来，阿强等一下还要去上安亲班。上安亲班？啊，你毋是声声句句甲即个亲子关系挂伫咧嘴里，敢讲你开钱去安亲班就是上好的？啊，我以前教的就无好咯。即摆要读绘本，要教囡仔学台语，这是1减2个，忘哪兼洗裤呢？阿妈，这是公家兼洗裤。啊就吼，
去河里啊，去公拉啦，迄穿线洗裤，尻川浸伫咧水内底偌凉的哦。哎呦，那个屁股泡在水里面，那很脏什么脏？迄是台语的文化啦，甲台语的趣味啊，你拢唔捌？哎呀，可是阿翔等一下还要写功课跟上安亲班啊。我的功课做好了啦。哎呀，但是他还是要上安亲班。妈，小孩的教育你不懂嘛？嘿啦，囡仔教育我唔捌啦，但是我捌什么叫做家庭啦，我嘛知影我嘛捌这个厝内人相亲相爱，我嘛知影人厝内阿公阿嬷拢会甲孙仔做伙耍，哪有像我啦，孤单老人啦，敢若我做什么代志都唔对，会拖累你共款。连我即马要甲囡仔讲即个台语为本，要讲我的语言，恁着讲什么？我会害着囡仔，我唔捌教育啦。以前讲台语会去互欺负，即马讲台语嘛去互欺负啦，实在有够切心啦。嘿，人咧？阿妈莫艰苦啦，有啥物讲台语会互人欺负？也是我阿强较乖啦。安尼阿嬷阿弟我国校的时阵讲起，迄个时阵的台湾政府伊控制咱台湾人的思想啦，伊不准咱讲台语咧，各位观众朋友你继续看落去就是啦。有观众不早讲，大家好，不好意思，我失态啦，这呢就要怪我这个随从，这天兵啊，不说他了。各位，你们知道我是谁吗？跟你们提示一下，我的名字只有一个字，来猜一下。帅！哎呀，这个年轻人呢，我喜欢。这个呢，我们做人要低调。虽然呢我很帅啊，但是我不叫帅。那来，再一个字哦，来再猜猜看。酷！哎呀，这是会拍马屁，有前途啊！可是呢，我也不叫酷。来，再提示一下，我的名字呢有两个口。平是三个口，你多一个口了。我知道，哭你个头啊！两个口。我的名字叫做关，所谓关字两个口，一切我说了算。那我是什么官呢？自己说呢，不好意思啊。那就由我的随从来告诉大家。好的，是爱说国语检察官。没错，我就是爱说国语检察官。我的工作呢，就是到各级学校去看这个呢，学校的学生有没有说方言。只要说方言呢，就要处罚。因为呢，我们只要能控制语言，就能控制其思想行为呀。来报告一下，我们这国语政策推行的如何啊？好的，报告长官，目前成效非常的好。只要小学生说台语就要罚钱，所以家长跟学生都非常的配合你。非常好，而且口说无凭啊！长官，我有准备，我录制了一段 VCR 给您瞧瞧。有影片，太好了啊！是3D 的吗？4D 的。哎呀，这样更有临场感啊！这样是太棒了。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呢，这个国语政策呢推行的如何啊？请看。那个苏婉同学国语说的真烂，不如我们来2审他吧。来，你们看，这样好不好？好。苏婉同学，快过来，我们一起玩。要玩什么？我们来玩猜猜看。
好，我来猜。你当时念纸上的字，然后猜猜看是什么东西。巴豆妖，巴豆妖是什么怪物啊？我有听过牛魔王、蜘蛛精，还有白骨精。什么是巴豆妖？它长什么样子啊？你再念大声一点。就巴豆妖。你说台语要罚钱，要罚钱，要罚钱。我哪有说台语？我就说巴豆妖一种怪物啊。报告老师，舒婉同学说台语，他用台语说他肚子饿了，快处罚他。舒婉同学，你怎么可以说台语呢？你这样是不爱国，是不对的。不爱国，不爱国。你一定要接受处罚，把罚钱交出来，交出来，交出来。可是，这是我辛辛苦苦到田里摘番薯叶赚来的零用钱呢。啰嗦，拿过来就对了。谁叫你犯规说台语，活该！啊，对了，还要罚半根，我去拿水桶。你完蛋了！完蛋了！水桶挂好，给我蹲好，不准掉下来。同学，千万不可以讲台语，老师说讲台语就要罚钱，要罚钱，要罚钱。记好好找啊，我呐，老师好，奶奶好，老师，我来找我啦，我甲伊赶电当来呀。老师，我即阵唔知伫倒位吼。在哪里？哎呦，我这个乖孙呢，你是安怎啦？嘿，这是啥？言方说不我。阿嬷，是我不说方言。莫管你啦，你是安怎样用伫遮发徛啦？我也不知道啊，我就说巴豆妖，就被处罚了。哈，欺负处理限期处理，自我生6排，发目睭我嘛毋捌听过讲，哈，巴豆妖袂使讲的哦。拜托，我来去找老师，较等下再讲。嘿嘿，老师啊，我若换便当来啊，伊较等下就才会吞巴豆妖啊啦。奶奶，是舒婉说台语要接受处罚。哈，讲台语要处罚咯。我规工拢讲台语，我唔着规工拢来遮咧处罚。这是政府规定的，这样子学生学习才会正常，课业才会进步。骗笑！我规工拢咧讲台语，我都遮巧。阿嬷，你回去啦。同学都在笑我了，是我不对，我不该讲台语，我不该讲台语的，我错了。你快回去啦，要不然同学都会笑我。哈哈！我讲台语也无啥物唔对啊，台语本来就是我的武器啊，我讲台语有啥物唔对？对啊。奶奶，你不懂啦，我不懂，我你就较懂。老师，奶奶在呛你哦。没关系。待会儿啊，我上去写一份报告呈上去，让他们家吃不完兜着走。哈哈哈哈哈！哈哈！台语本来就是咱的武器啊，阮政府讲叫咱袂使讲家己的武器，这种政府吼丢脸哦。好，奶奶讲台语要罚钱，要罚钱，要罚钱。阿嬷，你快回去啦，同学在笑我了啦，要不然我们家要被罚到破产了啦，以后我的嫁妆就没有着落了。你管他去笑，伊常常嘛咧笑，佮笑大人去笑啊，袂要紧，嫁袂出去哦。若无咱莫嫁，咱留咧后摆嫁皇帝。不要，我要嫁，我要嫁那个官儿。哎呦，丢脸哦！要罚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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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罚钱。舒婉同学，
水桶拿起来。各位同学，你们刚刚表现得很好，勇于举报说台语的同学，待会儿老师请你们去吃麦当劳。耶！我要吃麦香鱼。我们想吃。我要上层牛肉吉士堡。薯条，鸡块，冰旋风，战机。好，我们走。同学，千万不要讲台语，老师说讲国语就是麦当劳。耶！长官，你看这成效是不是非常的好呢？水桶拿好，脚蹲好。这国语说的这么烂，连蹲都蹲不好，这应该呢多加训练。哼，没错，相信不久之后，这台语就会彻底的被消灭了。没错，这呢控制语言就能控制其思想行为。这上级长官说得好，要灭其根，必先灭其语言，这样子呢就能控制他们的思想行为，灌输我们统治者的思维模式。如此一来就可以训练出一群不会思考也无从思考的人民，这样台湾人就会慢慢失去自我人格与文化尊严，然后就会被我们掌控啦！笑，哈哈哈哈！笑，我笑不出来。你当然笑不出来，国语说的那么烂，你连笑的资格都没有嘛！哈，我们再去其他学校巡查，务必让台语绝迹。来，我们一起呼口号。长官，您忘了吗？我是长官，我怎么会忘了呢？我是给你个机会，让你好好表现一下。感谢长官提拔，那就让我们一起来呼口号吧。不讲方言，要说国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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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可恶，竟敢欺负阿嬷！欺负我是无要紧啦，因这根本就是咧欺负规个台湾人啦。唉，阿嬷的故事正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啊！当时不仅族群遭到破坏，连文化的根也被粗鲁的拔起。然而，语言正是一个重要的传承，它不仅记录着文化生活、经济生活和人文生活的核心啊。对啦，咱即马教囡仔讲母语一般咱即个母语就是咧教因学习即个母语的文化。所以讲，咱的迄个联合国伊定伫每年的2月21日，就是世界母语日，就是咧叫大家重视家己的母语啦。为什么12月21日？因为伫即个1952年2月21迄天，迄个时阵巴基斯坦管理的孟加拉，因咧大学生发起即个运动啦。因为着因的母语伫咧争取因的语言权，谁知影所以遭受到即个警察的扫射呢？事后即个联合国的社会，伊为着要纪念遮的受难者，伊号遮的受难者叫做语文的烈士啦。你看，人拢为着家己的母语伫咧争取即个语言权，咱要哪会使无重视家己的母语，无重视家己的文化呢？好，咱即摆拢开始来讲台语，做伙来保存咱的母语。好，我嘛要讲台语。好，安尼咱大家做伙来。安尼咱即摆就对咱。现在是什么情况？讲台语的重要啊！对，说母语真的是很重要。从刚刚就知道，它是保留文化及族群的重要根基。既然这么重要，你们慢慢聊。我跟设计师约好时间了，我要去 settle 一下。来，稍等下。
比演耍再去做他们。哎呀，我开玩笑的啦。既然说母语这么重要，我决定了，为今麦开始，我们要开始讲母语。哦，真好真好。咱即摆大家来讲母语吼，就是提高吼咱对世界各语言，啊，搁即个文化传承，会继续传落去啦。好啦，安尼哦，咱即摆就开始对台语绘本开始啦。好，咱做来维护咱的母语。来。百外当前的台湾家人，有足侪人伫战争中亡生，其中有一个8岁囡仔活落来，伊号做太平洋。8岁，跟我差不多，比我较细一点啊，真可怜哦。对啊，因为即场战争中，煞来变做孤儿好家宅。庆安乡的老和尚，甲伊请养，甲伊收养过来请养大汉。哇，那位，我足久无听到你讲台语啊呢。想当初，人嘛是互你即款台语配到线着的台。哎哟，无你是当作即摆是7月15、7月时啊哟，也是阮囝是魔神啊，是杀着啦，毋是煞着啦。杀着啦，哎呦！好，我甲你杀一摆。Hello baby， 我台语敢有遮热啦？但是这个声音你讲，我就想要听。有想是讲啊，足好听的。是啊。我这动袂掉嘞，要动啊！我嘛哎呦，要阿强啊，你眼很大嘞！来，继续好啦。啦，继续，来啦，继续看啦。啊，我嘞啊，小我嘞。你开门。来，阿嬷，你的闺蜜来啊！哦，阿咪哦，哎呦，阮读册话好朋友啦，来，阿咪来遮坐啦，哎呦，头倒伫外口听恁吼笑甲遐欢喜，是有啥物代志笑甲遮尔欢喜？哎呦，阮都咧读即个台语绘本啦。哦，台语蛮讲趣味哦。是啊。无像我吼，今日讲下载啦，讲台语讲笑爽啦。哎呦，是安怎样？但是安尼啦，就下载吼，我咧甲阿管仔讲电话啦。哦，我用讲袂清楚，我演互你看。哦。喂，阿管仔，嘿啦，我甲你讲吼，等下我等着你回来，我等着你回来，你要不要回来？你要不要回来？哟，都什么时代了，还在讲台语啊，笑死人啦！真的是老土，俗不可耐。我先来找，我先来找。什么？你刚刚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听听。我先来找啊。先来照，这怎么可以啊？不行啊！下面不行。你自己说先来照的，这伤风败俗，妨害风化。哟，弄死谁啊？你以为你是网红啊？你在这里先来照，你不怕台下的观众都跑掉啦？是听对倒位去啦，我讲我先来找，先来走。哎呦，你跟我抬杠是吧？吓死人了！那你讲国语就好了吗？啊，我讲我的母语袂使啊。不是啊，你这样讲，人家会误会，听不懂的。听不懂，啊，听不懂就爱学啊，咱来互相学习，互相包容啊。你要学国语就好了嘛，国语又简单，对不对？你讲台语，老土。没水准，根本跟我不搭嘎的呀！哎呦，迄是你唔捌啦，迄台语吼比华语搁较侪音，7声8调，关关价价，而且吼，大种语言拢伊的文化爱一百个啦。哟，你呀，我告诉你啊，你呀还是讲国语好了，你讲台语真的很土，切！家己这种人吼讲袂清楚啦。我先来找。哎，你又来先来照了，你敢先，我还不敢看嘞！你看，
你这个把我这个心脏病快要发了呀！我这个小心肝啊，扑通扑通扑通，七上八下跳个不停耶！我咧下，我咧加载，心脏有咧跳，啊那我咧跳开啊，我爱惨呀！哇，哎呦，你真的是俗不可耐！哎呦，先来一招，先来，吓死人了，吓死人了！讲袂清啦，啊，就安尼啦。咱吼，咱细汉讲台语吼，挂九摆都罚钱。啊，即马吼讲台语，敢有跳爽，敢有看过。所以讲哦，可见哦，咱这个台语，咧讲台语的观念哦，嘛是爱继续推杀啦。对啊，其实政府是改良了后，有开始加强对母语的教育。毋过啊，嘛是有一寡人对讲母语无了解。其实咱应该是爱加尊重咱无共款语言的人才对。是啊。对啊，像我三不五时讲台语，嘛受到一寡人的肯定啊。肯定。嘿啊，像阮办公室的妹啊，就真介意听我讲台语，嘛足欣赏我讲台语的啊。办公室的妹啊，介意你讲台语？哎呦，代志大条啊啦！哦，咱有好去通啊看。我是咧推杀母语啦。哦，推销我。哎，救命啊！哎呀，煞去啦！啊，其实哦，讲母语嘛有足侪人哦，感觉足亲切的呢。对啦，咱台湾吼对人甲北每一个县市吼，伊台语拢会腔，啊足亲切，佮足趣味啊。对啊，像一摆即摆少年人拢袂晓讲台语，我毋则讲互伊听。安尼伊后抓也想要听，叫伊来，我会使讲互伊听。啊，你讲的无标准啊！我讲的无标准，阿母会使教伊啊。是啊是啊，讲母语吼，我嘛当尽一份我的心力啦。对啦，安尼吼，咱伫咱的社区吼，来办一个台语的研习会，吼，读册会，啊，咱做伙来推展这母语的文化。对，安尼哦，咱就对咱这个台语绘本来开始啦。好，咱搁继续啦。来，继续。毋对呢，大早下阮兜迄个死老头讲，办公室的妹啊，介意伊讲台语。即摆少年呢，哪有可能会听会着台语？毋对，我一定爱找一个时间来去工厂遐顺看看。以后我发现着啥物，伊就知死。研究，刺球，到底顺手有家己的名仔头来暗去无？到底顺手的命运是生是死咧？啊，搁阿嬷伊的台语读册会敢会成功咧？咱休困10分钟，继续收看落去。噔。下你真正香，大心又惊酒空空，后悔也着有人问，无人知影伊着气死人。大家好，我是台语文创园区台湾语的读册会婷老师啦。那阮这个台语老师是有牌呢。各位啊，你若想要来做台语老师，推销台语吼，你做你来哦，来台语园区哦，阮就会甲你教讲要安怎来做台语老师，安怎考试，咱大家做伙来推销台语，安尼好啊，唔好啊？时间都差不多啊呢，啊今仔读册会哦吼，啊人啊拢无看，啊人嘞，哦，歹势，哦，即摆才来啦，歹势。哦，你即摆才来哦，你还阁是第一个人拍碗的啦。哎哟，原来我是头乡哦。是啊，啊，剩个人是拢咧无言啥物啊？唔知咧，哦，电话来。阿官啊，嘿，啊你就紧来，你等你啦。啥？你要请假？啊，什么代志要紧？猫仔咧破病哦。哎呦，好啦，后摆你较准时的啦，啊无吼，你就对袂着啦。猫仔比人较重要啦。过来啊，过来。阿姨，哈，你也要请假？啊啥啊？啊，甲我闹屎？人无闹屎，甲我闹屎。哦，好啦，
到我安尼拢全代志了了。有来呢，哎，你后你看嘛，你看嘛。哎呦，伊也要请假，啊，可是佫为着什么代志啦？伊讲恁兜的家母，迄家仔两个生袂出来。啊，难产。哦，我知。啊，那安尼实在，啊，这什么日子啊？哎呦，气死啦！哦，啊，规定拢要请假啦，安尼是要哪上来读册话啦？册话啦，迄个。老师，安是拖什么拖开？你是咧心情无好啦？阿妹啊，你来啊！啊，我本来心情也袂歹啦。啊，今仔哦，电话一直来啦，讲伊要请假，迄个要请，迄个要请，袂输吼，去抵着吼，武汉肺炎呢，话来话去啦，啊，气死啦！我嘛是有发现啦，哦，最近这个代志，啊，毋过吼，可能是真正无法度出有代志啊。有代志，我看吼，敢是学了你懒啊啦，无趣味啊啦。这嘛是有可能啦，咱人拢是头烧烧，尾冷冷啦。哎哟，啊要学就爱学会晓啊！啊，什么？你头烧烧尾冷冷，有趣味无趣味？都无你火烧厝讲，也是了厝你无细心有趣味。对啦，实在是有够过分的，这个人吼，安尼会使安尼请假啦，对不对？对啊，啊你讲是毋是？是啦。啊，袂使常常请假啦，你是啊。啊，袂使啦，你安尼讲就对了啦。行啦，行啦，咱来去啦，咱来先去，咱来读，咱来读。老师，小等一下啦。小等一下，无你是要出家啊？吼？哎呦，毋是啦，要嫁是素然啦。我吼是要来甲你请假。啥物啊？你拄则物件讲甲嘴甲全破，你就要请假？啊，无你知影是啥物罗来咪咪的咯啊？哎呀，无会是你哪里啊？老师讲阮兜迄只牛有无？啊，最近吼白天出班呢，我想讲伊可能是破病，爱带来看医生啦。姑本来就收真慢啊！我就是恁兜猫狗啊，咧安怎的，还是猪啊咧着济啊？哎，老师这是奇怪。哎，你哪毋知啦？人迄只牛吼，我自细汉甲饲到大汉，迄是我的闺蜜。无甲你做闺蜜，我甲牛啦。身体无爽，来看医生啦。哎哟，啊，即摆是做啥物路财啦？哎呦，歹势啦，我至少个真心来甲你请假啦，我真是有代志歹势啦吼，我后摆一定来啦。吼，阿妹啊，你互我拜托一下，通请假啦，拢无人啦。是啊是啊。你到三工迄个啦，这个有影钱嘞，你若走去吼，我领着加油来腰呢。一定来啊！哎呦，你看啦，以前讲台语去互罚钱啦，啊，即摆有机会通啊讲台语，煞无人要学啦，哈，实在郁闷啦。你哪会骂人啊？空孙诶，你看清楚，我就是你的阿嬷。吼，阿嬷，啊，你若大家出场拢穿无同款的衫。哎呦，啊，顶礼拜无啊，阮馆顶吼，阮迄个万圣节咧开万圣趴，你看我去做即领衫，几千衫吼，水水啊，穿到本诶。吼，啊阿嬷，你拢无老呢？你袂记啊？我即马伫个行店做生啊，当然嘛袂老，毋甘老啦。是讲啊，你是安怎会安尼做有做咧吼？阿嬷，我甲你讲啦，我吼真无简单哦，伫阮即个社区哦，招一寡朋友啦，啊来要来参与即个读册会啦。谁毋知影吼，所敢若足侪人咧请假的啦，敢若吼伊对学台语吼无兴趣啊啦。毋只足有做嘞。哦，是安尼哦。啊，我记吼，咱以前吼无迄台语的条件，啊袂当学嘛袂当学。啊，即摆会当讲，会当学，啊那假说无啥人爱来吼。就是讲，哦，我会记你细汉的时阵讲安那，讲台语爱罚钱，对，罚车，搁用罚水桶，对毋对？对啊对啊。啊，即摆吼，迄个会当讲，啊说无啥人爱来讲吼。嘿啊，那安尼吼。啊，我感觉吼，照讲啦吼，应该是较侪人爱来学，较侪人来讲啦吼。啊，是安怎会无个人，哪会无啥人爱来讲啦吼？啊，迄细汉啊吼，咧学无对无？啊，连恁这老人的吼，难道原来无啥爱吼？叫伊来一个读册会嘛，无啥要来吼。就是讲安尼，嘿，不足够。
安尼哦，我甲你讲的啦，做代志爱有方法，嘿，方法若对吼，做代志就顺时啊。阿嬷，什么方法啊？哎呦，小我啦，你这么巧，阿嬷知影吼，你一定会想到好的办法啦。好，安尼阿嬷你知？阿嬷，阿嬷，乖孙诶，阿嬷，乖孙诶，阿嬷，乖孙诶。这个路途要出几排，几号马？吼，你嘛较正经呢吼，我你一段路转来吼，迄所费用遐尔啊济啦吼，比你做高铁搁较贵呢。你会紧去想好的办法。好啦，我知啦。像我吼，这么巧的人吼，我绝对想有办法的啦。阿嬷，我甲你，哈，阿嬷，阿嬷你伫倒位？阿嬷，你即马伫倒位？阿嬷在找啥啦？我咧找阮阿嬷啊，阿强，你看到阮阿嬷无？你的阿嬷无，我只有看到我的阿嬷，无看到你的阿嬷。你阿嬷伫倒？阿嬷，我阿嬷就是你的阿嬷，你莫甲我惊哦。嘿，你可是我的老公哟，你毋只老公，你看你即摆考试，你甲考咧50分呢，按较认真呢，紧去读册啦。阿嬷，明明就是你老母，佮讲我老母。我有老公，各位观众朋友啊，你感觉我敢有老公？啊有哦，这边讲有哦。嘿啊，我这不是三不五时啊吼，啊嘴烂流啦，袂记你饲啦。哎哟，好啊，阿嬷，有你证明啊。好啊，上加上，我即摆背99乘法你听啦。好啊，你背啊。11得1，12得2，啊13得3啦，14得4，15得5。安尼嘛准算哦。当然咯，啊无我搁继续念互你听好，16得6，17得7，啊18得8，19得9。各位观众朋友啊，我有厉害无？厉害，开翻手一个啦！99乘法表，我嘛会晓啊。21得2，22得4，23得6，24得8啦，这嘛袂晓。我阿妹阵仔你咧惊死人哦。毋是啦，哪里呢？啊，我知影你阵仔你是要参加化妆舞会对无？啊，对，我大强上起啊！我真正呢，就是要去参加万圣节的化妆舞会。万圣节毋才对我过，你是咧过是咧卖人对无？我要准备明年的化妆舞会，今年无啥物装着，实在足无彩。明年我加较大。你别准备足惊人好无？你讲啥？我是讲认识一个嘛无歹，无怪就搁下穿手冰冷气，足神秘的。真的吼，你嘛有感觉？我就是想要装作像007遐共款的神秘的人物，迄款 magic 的感觉。好，那安尼我嘛要想一下，我要装作啥物款？你莫想，你考5分，我咧想啥？紧来去读册，紧！哎呦，真正足好诶！我大阿强实在是高水阁好病，我真正呢根本就毋是想要做啥物007，我真正呢就是为着要看阮兜迄个死老头，一工场遐有甲迄个少年妹仔偷来暗去，讲啥物搁是1对1的台语教学，我才毋相信，伊会遮尔好心。不要紧，我等者电视来看嘛就知影。Magic 电。只要是
贵啊，你唱了袂歹哦。顺清哥哥，多谢你的娱乐。顺清哥哥，你看听好看无？真好啊！啊，毋过恁拄仔唱的台语无啥标准，啊，发音搁啥怪怪呢？是哦，啊是倒几句？有几句啊，啊，毋过即摆嘛记无啥会起来。安尼，你会使甲人教无？毋过感觉即摆小可无闲呢。行咱来去。啊！哎呦，好啦好啦，我教你啦，我好心大人快乐之本啦。多谢顺清哥哥。啊，毋过你拄仔唱迄条歌，我袂晓唱，无我用我会晓唱的台语歌，教你台语的几口啊。好啊好啊。啊，来 music。来，大家做伙来。小路你来行，咱着小心行。你甲我做阵也着一小船，啊，甲咱哥哥心情也袂坏。平静的歌，就是我，就是你某。哎呦，你若真甲安尼？我是很足生气的呢。哦。迄当阵，咱两个人手牵手，伫八卦山顶咧散步的时阵，迄天咱两个梦，我实在是足艰苦的，那条梦啊，结果你竟然。跟这个少年的妹啊，要唱歌啊！你一定是我老啊啦！天公伯，你看嘛，人为了伊生囝甲照顾家庭，伊安尼对待我，你看会刺心无？各位观众朋友啊，你看这你8点钟的迄个一家团圆，搁较精彩无？太乱啦！来啦！啊！你混掉去啊啦！人我是咧教伊唱台语歌，毋是唱真歌，唱了无标准啊！阁是无标准。迄当阵我一个人伫八卦山顶咧唱歌的时阵，你就行过来甲我讲：小姐，你唱了无标准呢。阁甲我讲吼，手啊爱较放到遮，爱用一般腹式发声。哦哦哦哦！结果我就叫你骗上去啊！我哪知影你遮好骗？你敢讲？结果咧，你即摆嘛是用即摆奥博体这个名啊？你哪会使安尼对待我？我实在是足刺心的呢。阿姨，你舞唔对啊啦！什么阿姨？叫姐姐。姐姐，你舞唔对啊啦！你哥哥吼，伊真正是咧教我台语啦。真的？真的啊，哥哥我是菩萨心肠啊。什么？哦，阿伯阿伯。哦。对啦，姐姐，我会使做证。哥哥，哦，毋是，是阿伯，伊真正是会教阮姐姐练台语。后礼拜我爱喊阮姐姐做伙去台顶表演。真的吗？讲的嘛是真的。哎呦，母啊，你若真甲安尼啦？哎呦，我就看迄新妇啊吼，做甲假鬼假怪，啊我嘛缀咧装咧，安那？恁敢拢认会出来吗？啊，你安尼要学人认袂出嘛，真困难呐。吼，哎呦，新妇的啊，这吼，头拄仔妹仔就已经甲你解释到安尼啊，啊你佫毋相信？人顺清啊，确实伫咧教妹仔，
正港的台语啦。我知啊，毋过伊以前来教我一个人，看到伊教别人，我就是袂惯心嘛。安尼吼，安尼无后摆我来甲你教就好啊。你无因你迄台语读册话较重要啦，我会晓知照顾我自己，袂要紧。对哦，阿母啊，讲到迄台语读册话啊，我想到吼，咱其实学台语嘛会使多元教学啊，会使用绘本来学台语，嘛会使讲故事，嘛会使唱台语歌来学台语啊。当然咯，啊，佫会使吼，咱来举办即个歌手比赛啦，互即个台语会当多元化会来发展啦，吼。好啊，安尼我第一来报名，顺清哥哥，安尼你会教我台语哦。啥物？阿伯，啊，差不多。阿妹啊，为着阮规家伙仔课堂啊吼，我看也是我教恁台语啦。好啊，多谢阿嬷。叫阿姨。阿姨。哇！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啊，各位乡亲时代来听台语文创的人区吼，来参观阮即个台语的唱歌比赛第一届。咱要伫咧比赛进前哦，咱要先邀请关怀台语剧团为咱来献唱一首台语长之歌，咱用大声拍掌欢迎。来到台语长路，总会来讲台语，用台语欢喜，用台语合着，实在是真趣味。来到台语长路，总会来讲台语，用台语欢喜，用台语合着，实在是真趣味。啦啦啦啦啦，你就来！啦啦啦啦啦，咱就来！啦啦啦啦啦，你就来！啦啦啦啦啦，做伙来！来到台语长路，做伙来讲台语，用台语欢喜，用台语合着，实在是真趣味。感谢各位吼，今仔日吼会来我讲来观赏阮一年一摆的公演。今年咱的主题就是阿嬷的话，咱大声要来多谢长期指导阮关怀台语剧团的青年高中表演艺术科的黄显婷黄导演。咱黄导演吼已经摕到教育部5摆日本的这个奖励吼，咱再一次甲伊鼓励恭喜。接下来，咱要来邀请关怀台语剧团的团长，也就是总统府主任姚嘉文姚主任上台为咱勉励。咱个古字辈啊，咱古字辈啊，来古字辈啊，来请来邀请。这是足精彩的台语的剧团的演出。啊，我坐伫个底，因为我的年龄吼，甲遐阿嬷拢差不多，20外岁。啊，我读国小吼，无啦，妹妹啦，妹妹。啊，读国小有影啦，讲到单话，就拢会蛮徛。啊，我囡仔时代我拢少结少，所以拢老师二度甲我发我落二度车啊。恁迄钱拢发无啊，我也甘愿去徛本社场华展来徛。啊，所以咱的剧团伫咧做的时，我会感受足深的。啊，所以我伫遮要甲大家分享2种观念吼，因为咱伫剧中伫咧搬的时，有发觉讲，哦，就咧讲我先来走，我先来走，啊，引起足侪误会。敢若讲，吼，咱去买一罐饮料吼。啊，你只有4罐无吼？啊，送我有啊，我迄个摕4罐出来，吼、你只有4罐嘛，迄个摕4罐出来。啊，迄就是讲，
台湾话其实有足微妙的所在，所以我只要甲大家分享，就是讲第一，台湾话本身的伟大。咱唐诗宋词吼，唐诗宋词其实都是拢台湾话写，用咱台湾话写、台语写，比如讲啊，春情明月光吼，恁细汉定咧讲，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吼，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用台语来念。春情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你来看伊的国语甲台语拢押韵哦，那伊唐诗甲宋词拢安尼，所以咱台湾的另外一个名称就是河洛话，黄河洛阳一带。早期哦，伫唐朝、宋朝迄阵啊，中原的话，中原的官话就是台语。啊，伫遮的是咱要哪去应证吼？在座各位呢，我算做生意，所以我会奔走伫世界各国。尤其恁若有去过马来西亚、吼、新加坡、吼，还是讲印尼、菲律宾，吼，因了有咱足侪台湾的华侨。你知影你若去到遐吼，你免讲马来话，还是讲因的迄个印尼话哦，你只要讲即种语言会通哦。啥物话？台语嘿，伫台语遐会通。吼啊，但是你定伫遐讲北京话袂通。所以咱的华侨足多，吼，拢去到东南亚的国家，所以咱会当讲，你若去遐讲台语会通，甲华侨拢会通，但是你讲华语还是北京话，因听无。啊，所以即个情形就会当印证咱台语的伟大。啊，所以今仔吼足辛苦的，咱吼遮剧团伫遮足辛苦的演出，尤其阮遐妹妹吼，都已经食啊30、40岁啊，搁安尼。换装吼，换装换几落届，足辛苦。啊，着要表演囡仔，着要表演大人，还要表演阿嬷。哦，我希望讲未来，咱爱好好培养咱下一代，而且爱以讲台湾话，哦，台湾的台语，感觉公园。因咱即摆教育部有统计，吼，少年囡仔22%会晓讲台湾话，剩咧78%袂晓。哦，啊，这是咱台湾的悲哀。所以咱大家吼应该共同努力，所以即个剧团我一定会亲身吼，只要时间会拄台语文的活动吼，我差不多拢会来参加，包括咱11月12暗时个何乐的歌戏吼，命运毋是天安排，我共款会来吼，所以咱做伙来吼，拄好做伙拍拼，好无？吼，谢谢大家。感谢院长啊，感谢咱在座所有的乡亲朋友，大家来到咱这个台语文创园区遮吼，来看即出台语的这个舞台剧。看即出吼，感受足侪啦，因为伊所表达的就是差不多，阮这个年纪吼，差不多50几年进前的。较早讲伫校讲台语是真正会学钱，所以这会去。勾起了吼，较早一寡回忆啦。啊，较早读册，那嘛讲不能讲方言，台语就是方言。较早无去想着讲台语到底有偌重要，但是年岁开始有了，咱就会开始去思考讲咱家己即个母语，尤其是如果接受到电视台工作了，啊有咧接受到一寡原住民吼，啊佫有。迄个客家话，就去翻头来想着讲咱家己台湾人，咱家己的台语，咱家己的母语，先有会晓讲，有会晓讲，即声就爱翻头去找啥阿公、阿嬷，变成咱爱去找阿公、阿嬷、阿祖，对，还佫阿祖，嘿，爱去为因的身躯去找咱原本咱原始的母语。啊，这母语就是像头拄仔咱院长啊，佫有咱佫准备啊，咱领导来讲的。这母语其实爱生活化，就爱为咱的家庭开始，为家庭开始来培养，毋是为学校，是爱为厝内底。所以厝内底这个力量非常的大。母语要来保存，要来传承，
若无即个家庭，无即个阿公、阿嬷、阿祖，我相信吼，咱遮个时势后摆要讲台语的机会是愈来愈少。所以讲，每一个人，每一个台湾人，咱爱为咱家己的母语，为咱的台语，家己一定爱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拍拼。伫厝诶，就是爱讲台语，爱讲母语。不管讲今仔咱伫外口伫学校，国语它只是一个官方，只是一个台面上的话，但是实际上，咱还是爱自我讲咱的台语。袂晓讲无要紧，讲烦恼气无要紧，毋过至少你敢讲。语言就是爱敢讲，毋惊见笑，咱就是爱学习。所以伫遮来甲大家做伙来勉励，咱大家一定爱做伙来讲台语，讲咱的母语，母语才会来失传，来互咱的时势继续来传承来讲咱的台语，安尼好毋好？好。非常欢迎，谢谢。咱检查伫咧看吼，因咱目标是教育，毋是职业性的训练。所以呢，小朋友礼拜以后吼，有诶初中毕业去读高中，有诶去读大学，有诶是留来继续演，有诶是定咧换学这个是要互较侪人做参加，因为有参加剧团出来学生，伊以后上大学，还是上研究所，还是去教册，我感觉讲，因为有即个剧团的训练，吼，有剧团的参加。所以以后上台场，反正拢袂惊，可能这小朋友袂惊，你会惊袂？会惊袂？伊拢正自然吼，就讲恁，阮今摆办台语演讲比赛的时阵吼，嘛是有这叫做效果，就是讲本来会惊参加比赛前，以后拢足好教出来，足自然表达意思，这足重要。你民主社会上重要就是你的发言。你的言论自由的发言的表达你的意见非常重要。所以今仔日咱的这个出来啦，黄导演哦，这认真，大家拜六来拜六上午吼9点开始，伫咱的台语文园区内底有一个排练的教室吼，排练教室伫遐伫遐咧甲咱教吼，有当要到变桥，有当伫遐上班，所以若有你囡仔有想要互囡仔来遮，家长有想要囡仔来遮参加演出，啊像无要演吼，伊无要甲你演，嘛是会当做遐看，对怎样看吼？有的家长看讲伊也要演无，所以欢迎各位，多谢各位今日来遮吼。拄则书记有咧讲吼，无咱11月12拜六。下晡2点拄啊，播出边嘛，搁咧讲吼，是咱的每年一遍的台语的台语的歌戏的演出吼。咱广时每个月拢有电影，电影有套台语电影，有套西洋的电影哦。咱本来吼，逐礼拜拢有即个歌戏的这 DVD 的演出，但是因为最近疫情的关系，较无人来看，所以咱无咧演。所以你若以后有想要看歌戏，咱歌戏几着100台的歌戏吼，若想要看 DVD 会当放互恁看吼。若阵疫情较好势，人较侪时，阮会配合逐礼拜拜六下晡来放吼。即摆上少每个月乐队拜六下晡就来放电影吼，放电影吼。即个11个队，这个队吼，马上就开始放吼。咱有足个电影有新的有旧的吼。歌戏的部分11月12，搁过一遍，暗时7点，咱4点开始就一彩节吼，7点开始演出吼，欢迎各位来参加。今日多谢各位参加吼，真欢喜，大家期待再相会，大家再会哦，再会。很小，当回给你咱中华都不用。